Bana kayda. Her şeyi bu. Ye衣服脱了给你洗衣服。内脏不允许的。每张也洗，脱了爷，今天全部洗掉，这个也洗了，听话。啊，去吧。爷爷来加个火。好孩子。来，爷爷。爷爷来吃饭了。行。来进来。杨大师，我去妹妹弟家，你去不去？妹妹弟，怎么了？那个呢？先上来先吃饭。来，大爷。刚吃完饭饱了。吃吧。这个也吃吧，不要浪费。
好爷爷，感谢孩子。다시饭要吃完了，走吗？我衣服都洗掉了，没衣服穿。那我也不去吧。哎，爷爷，哎，大爷。